后来治疗这个新冠病毒，国家中医药研究所日前来公布一味的药方清冠1号，结果有部分的民众拢家己去拆药啊，下做茶来啉。中医师讲唔通哦，讲这个清冠1号上主要是咧治疗，唔是预防保健。这个部分的药材是真寒，健康的民众若是啉伤多，颠倒免疫力的下降，气道害。 草大青筋甲薄荷等中药材摆柜桌顶，这组合就是国家中医药研究所进前公布的清冠1号药方。部分的民众认讲，这使预防兼保健，家己贴药怎来啉，增加抵抗力。医师讲，这是错误的观念。久服的时候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伤害，因为它大部分的药，像板蓝根、鱼腥草，还有黄芩，都是大苦大寒的药，吃久了反而会使我们整体的免疫力降低，增加感染的风险。中医师讲，清冠1号药方是用来治疗有胃入病的患者，唔是预防甲保健的。像大青筋、草等药效拢真强，对着体质较虚的、较寒的，也是胃肠较敏感的人，就较高出现副作用。如果你本身是那种比较寒湿体质的人，本身就是容易有泡泡白痰的人，吃了以后那个痰会更多，然后会增加咳嗽的几率。 医生嘛讲，注意防下加减会有副作用，会使加啉水，血就袂遐苦。啊，万一若有发烧的症头，再搁配合医生开的消炎药啊，安尼人就会较快活。